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7月26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。今天是周末，新浪财经刊登了一篇文章，叫《万科再瘦身，消失的区域公司》。上了热搜，这个热搜的标题叫“深铁开始对万科动刀了”，万科取消所有区域公司。实际上，这个新闻咱们在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，万科取消了很多区域公司，但是这个热搜的标题确实让人遐想，什么持续输血的同时，深铁开始对万科动刀了。据媒体报道，万科即将迎来深铁入驻后首次组织架构调整，全面取消所有区域公司，将下辖的城市公司合并成所在片区总公司模式。原来分布在各大区域的采购信息、人力、法务等职能将被收回集团，只保留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团队，实现集约化统管。这是2024年多次组织架构调整之后，万科进行的再次瘦身。距离2024年10月7区并5区改革仅过去9个月。他这介绍比较详细，很长，我们也没必要去了解万科组织架构的调整。给我的感觉，深铁的调整力度还是不够。为什么？其实直观的就是你万科，你现在的架构，你配套的是对应的是1个月700-800亿的销售啊。那你现在半年才700-800亿的销售，那你还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呢？这个缩编、裁员、优化，这不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吗？还有必要这么羞羞答答、遮遮掩掩的吗？对吧？应该大刀阔斧，一刀裁到位，并且还有一定的预见性。也就是说，未来你1个月100亿的困难，你要按这个标准来裁，你还搞什么4级公司，有必要吗？也没有多少项目是还在运作的，所以我认为他裁的还不够彻底。中诚信国际在其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中表示，说是万科说公司存量突出整体规模尚可，且区域分布相对较好及均衡，持有型物业可创造一定的再融资空间，租金收入也可提供较好的收入及现金流补充。不过，万科销售业绩大幅下滑，突出中新项目较少或继续影响其短期内的销售规模，对公司资金平衡提出更大挑战。也就是这个中诚信认为万科未来还是资金有问题。中诚信国际提示，作为城债主体的母公司层面，货币资金余额大幅下降，公开市场债券融资渠道不畅，且面临较大的信用债集中到期压力，盈利能力恶化，其中其他应收款发生大额坏账损失，此类款项未来回收情况及其他款项进一步发生坏账的风险值得关注。也就是中诚信作为一个国内的评级机构，这回它不是外资了，不是什么惠誉、标普这些美的的评级机构不安好心。那这中诚信可是咱们妥妥的自己人，他都说这个万科有进一步发生坏账的风险，也就是万科自己的应收账款回不来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万科的瘦身手术是整个地产行业的缩影。当高周转模式失效，攻城略地一去不返，管理扁平化与资源聚焦从效率命题变成了生存法则。深铁用资本换来的时间，能否让万科真正售出韧性与生机，关乎不仅是这家龙头企业的命运，还有整个行业转型的走向。实际上，万科有没有活下来的可能，这个仅仅取决于韭菜。深铁输血只能说是延缓，最终他是要把房子卖掉，换成钱回来，还债的还债，付工资，给供应商付款，一切是他要把手上的房子要卖掉。土地储备，要么你把土地处理掉，要么你把土地开发成房子再卖掉，这都是依赖于韭菜去消化，对吧？这中间的各种拯救措施都只是延缓。最近上海的楼市非常火，昨天上海拍出了一个帝王，让上海本来就很火的楼市火上加火。这个《华夏时报》报道说，徐汇天价地块20万元一平，浙商2代拿下中国新的单价帝王。
这个楼面价、楼板价就20万，全国单价帝王再被刷新。7月25日下午，备受关注的徐汇区这个051-11地块，由上海奇祥望宇置业有限公司摘得，成交总价12.25亿元，楼板价高达20.03万元每平米，成为新的全国单价帝王，就是最贵。那谁把这个地买走了？这个摘得土地的叫奇祥望宇置业有限公司，他的法人呢，董事叶舒淇被曝为浙商富二代，其父叶华标一手打造的什么汽车模具啊，与零配件领域巨头。有媒体说，这小道消息说，人家把这个12.25亿把这个地拿下去之后，他要盖了房子自己用，没打算卖，自持，好像容积率只有1.0几，1.3还是1.0几，总之这个容积率就是低密度的，也就是别墅群，或者叫要么就是独栋，要么就是联排，低容积率的嘛。那这个跟韭菜就没1毛钱关系啊！宁波的大亨在上海滩买一块地，自己盖房子，自己住。你韭菜就是眼馋，你想买你也买不了，人家不卖，你别说买不起了，人家就不卖。那你说这种房子涨价卖，价值40万一平米，50万一平米，这跟全国楼市有什么关系？把很多炒房的，把很多房产中介给兴奋的不行。韭菜如果想学这个也可以，那你只能回老家，把宅基地拿出来砸钱去盖房子。不过啊，这个上海的豪宅也不全是风光的一面，也有不堪的一面，也有打肿脸充胖子的一面。这个华夏时报报道说，上海知名豪宅强制补缴近100万元面积差价，业主拒绝收房。近日，多名业主向华夏时报记者爆料，上海知名网红豪宅海德1号项目在建造中擅自变更设计规划，导致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产生差异。今年6月底，项目交房在即，部分业主被强制补缴单笔高达数十万甚至上100万元的面积差价，存在欺诈与强卖嫌疑。不仅如此，该项目在房屋质量、工区标准等方面亦有多项未达合同约定的情况，全体业主无奈拒绝收房。对于业主们的说法，该项目开发商予以否认。7月22日，上海海控宝联置业有限公司向华夏时报记者强调，该项目在设计施工全过程中均严格遵循相关规范，整体建设合法合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海德1号原名为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项目，但今年4月，格力地产的地产业务已整体划转驻珠海华发集团。对于记者提出的相关责任划分问题，华发股份表示不方便接受媒体采访，珠勉集团未作回应。截至记者发稿，多方责任主体对该争议未提出明确解决方案。公开信息显示说，2014年12月，格力地产联合体夺得海德1号地块。2023年2月，该项目推出163套房源，均价13万元每平米，认购率高达392%。好了，这个是2023年2月推出的，一共是163套，均价13万，认购率将近400%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一套房子有4个人买，要抢。在采访中，业主们解释说无法接受海德1号提出的务必在房屋交验前将购房款、含面积补差款和违约金等各项费用全额结清的要求，是吧？这完全是项目方自己的问题。为何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产生如此大的差距？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给予业主的反馈是，房屋实地竣工图与原规划图存在差异，主要体现为建筑外扩变化、内部墙体位置厚度变化以及管井的位置尺寸变化等方面。以上变化导致实测和预测面积产生差异。这个业主王琦被要求补缴60万元，其
近日从浦东新区房屋测绘中心拿到的复核结果显示，海德1号部分房屋面积增加的原因主要有2方面：第一，外轮廓外移，增加约 1.5 平米；其二，7号02时、9号01时因为隔音墙改为非隔音墙，测绘计算规则发生调整，增加 1.4 平米。上述变化都是由于开发商设计变更造成的。一些业主还提出，根据合同与实测面积自行计算，部分房源增加的面积2/3是公摊面积，仅1/3为套内面积，直接降低了房屋得房率。补缴的几十万元大多是公摊面积，这明显损害了业主的利益。但截至发稿，项目方未公开公摊面积具体构成数据，部分被计入建筑面积却无法正常使用的空间，也令业主们难以接受。在业主周林家中，记者看到几处落地玻璃窗外均有一条十分狭窄的阳台，不足成人一只脚长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面积，海德1号交付时，这种就半部阳台也被计入建筑面积，业主认为非常不合理。此外，业主还指出，该项目最为知名的三角阳台也存在擅自变更设计问题。楼盘宣传资料显示，海德1号在室外设计了三角形270度景观阳台，可一览黄浦江景，并与之匹配采用了不规则户型设计。除建筑面积计算争议外，海德1号在房屋质量、工区标准等方面存在多项未达合同约定的情况，进一步奠定了业主们拒绝收房的立场。而我觉得这个项目根本就不具备交付条件，业主罗涛买下的是一套精装修房屋。今年6月30日，其前往该项目验房时发现，室内施工粗糙且存在设计缺陷，如厨房脱排油烟机将柜门挡住，只能开30度角。不仅如此，什么卫生间的马桶为虹吸式马桶，下水管道却按照直冲马桶施工，导致无法正常生活。部分业主还对小区的安全问题忧心忡忡。有业主强调，在看房时就注意到了到处都有爆裂的玻璃。同时，业主们还指出，车库出入口转弯半径只有5米，存在安全隐患。不过，根据一名业主提供的资料，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对此解释说，尽管转弯半径只有5米，但整体车道做宽了，所以车辆通过没有问题。后续会在出入口加装警示牌及反光镜。还有业主对海德1号收取高昂物业费提出了质疑。有业主表示，海德1号存在强制滥收高价物业费的情况，他这个物业费是14.9元每平米，很酸爽啊。项目方坚称整体建设合法合规。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、后续处理方案等问题，7月22号，上海海控宝联置业有限公司回复称，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，公司暂不接受相关采访。海德1号项目在设计施工全过程中均严格遵循相关规范，整体建设合法合规。针对网络自媒体上部分信息的误读，公司正积极与业主沟通澄清。目前项目交付工作有序推进中。记者注意到，2024年矛盾爆发以来，业主方与项目方已经经过多轮沟通，但截至目前，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依然无法达成一致。诸多争议悬而未决的情况下，部分业主已经选择寻求法律途径解决。13万一平米，400%的认购率，现在交房的时候叫一地鸡毛，一点体面都没有了。这13万一平米，妥妥的是豪宅啊！13万一平米，对吧？100平米就是1300万了，那都是韭菜可望不可及的。400%的认购率，对吧？当初你们打破脑袋去抢，还生怕抢不上，抢到手了一看，各种不如意，在这又是闹，各种矫情。所以说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也挺好。这些业主也不是什么泛泛之辈，对吧？能掏1300万去买房的，对吧？能买13万一平米的房子的人，他不是普通韭菜。我以为去买这样房子的人都是有钱人，有钱人
做这么不堪的事，你400%的认购，说明大家都看好这个房子啊。那为什么交房的时候就这么多问题？是不是说明这有钱人都看走眼了，拒绝交房，拒绝收房？从这个报道来看，我发现这些有钱人恐怕大部分都是打肿脸充胖子，都是那种咬牙切齿、东挪西凑的，凑着钱去买的房子。这里面恐怕还有很多是炒房的炒房客啊。2023年打破脑袋去抢房的时候，认为这房子要涨到20万，但是现在一看周边的房价也没起来。我一直说新房它价格很坚挺，但是只要一到你手上，你说你想卖，对不起，那就难，比登天还难。你打折才有人问，所以周边的二手房价格估计不太乐观了。这些人一看，只要二手房跌个10%，他130万就没了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本来房价就在承压，本来想赚钱没赚着，反而现在被套住了，赔钱。结果你收房的时候还有这么多问题，你说他能忍得了吗？忍不了。就我在想，但是其他情况我不讨论。我在想，假如我是有钱人，我就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，交房的时候说，哎，你这房子多了2平米，或者多了5平米，你要多付50万。作为有钱人，那这既然多了5平米，那我就多付50万呗。那实测的，人家住建局、房管所都测完了，这有什么好争的，对吧？这就有点矫情了。你那个是你自己违约了，我要的就是100平米的，你卖给我105平米，对不起，我只付100平米的钱。这个多多少少站不住脚，这个反而说明勒紧裤腰带啊，去买房真的是不提倡。什么大背景？现在的大背景是好房子，第4代住宅，得房率都是120%，就是你买100平米的房子，你得到的是个120平米的房子。所以在这种背景下，这些业主，你说他能不生气吗？本来得房率就低，完了之后交房的时候还让我补60万，有的还补100万，就想一想就心里不平衡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尤其他认为要补的面积反而在里面公摊更多，他就更加气不顺了。所以这个报道让我看到了连续这3年啊，上海的豪宅、上海的核心地段的房子日光都秒光，1分钟卖1个亿，200套房子1天卖完，这是表面关系，也是被媒体的这种宣传掩盖了。那真要交房的时候，你看看就不那么体面了，跟一个手里捏着80万那个小韭菜去买房也差不多了，猪流必究。所以我个人推断不一定准确，我个人推断这些人恐怕都是炒房的。一炒房的，第二个就是勒紧裤腰带。就好比那很多人买车，他这个水平只能买个10万的车，对吧？大马路上开开就完了，他非要咬紧牙关买个100万的车开，显摆。结果那个车刮一下蹭一下，那他就肉疼。这个性质是一样。在我看来，买这种豪宅的人，你动不动卖2000万的，这种人都是遛弯的时候，吃完饭没事，遛弯的时候，正好路过看见有人在那排队，他也过去看看，这房子不错，顺手就买了，就像买菜一样。另外一个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几年上海卖的这些网红盘、这些日光盘，随着往后交付，恐怕一样的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，就不太那么雅观了。有钱人的烦恼，富人的烦恼，总之韭菜理解不了。去买这个13万1平的房子，很难说它是刚需。新浪财经报道说，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9442亿元，同比下降2.4%。分中央和地方看，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173亿元，同比增长4.8%；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本级收入17269亿元，同比下降3.2%。其中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4271亿元，同比下降6.5%。也就是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只有1.4万亿，比去年还下降6.5%。去年本来就低了，连年下降。恒大暴雷的时候，那是2021年9月份。2021年我们全国这个土地出让收入是多少呢？8.7万亿。那么按这个算，2025年咱们整个的土地出让收入恐怕也就是2.8万亿。短短的4年时间，由8.7万亿到2.8万亿。
就是差不多卖地收入少了6万亿。这个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少6万亿，但是它开支是在增长的，老师工资要涨，公务员工资也涨，各种小广场要修，仿生树要栽，所以它支出是刚性的在增长，但是它收入下降，就卖地这块少6万亿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禁酒了啊？为什么政府要过紧日子？少6万亿什么概念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个2.8万亿里面，恐怕还有很多是地方城投没有办法去刷单的，地方城投把那个土地从政府那买来，钱给到政府，然后地方城投再把地押给银行，这样实际上就变相的把地先卖给银行，拿一部分钱给政府先花着，不就这么个事吗？这个澎湃新闻报道说，多地出现1元起拍房产。驻克尔瑞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，6月份共有278套房源的起拍价被设置为了1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房源并非诉讼或破产处置而来，而是二手房东选择试水拍卖市场，加快转手速度。这些房源大多数来自山东威海，共计216套，均为乳山的海景房，别墅靠海，走路拄拐，且并非集中在某一个小区。除此之外，部分1、2线城市出现了1元起拍的房产。2025年6月，上海、宁波、江苏、苏州、南宁均有1元起拍的特价房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，1元起拍只是一些拍卖公司吸引购房者的噱头，要注意其背后是否有其他的猫腻和负债。房贩认购后背负了新的成本，对于购房者来说，对一些新奇的销售和房产交易模式要保持距离。现在市面上可以选择的价格公道的房产比较多，不一定要通过此类拍卖方式购房。这个观点跟我一样，也就是韭菜不要老想着去占便宜，这些法拍房你惹不起，背后的坑太多啊。这些房子，威海、乳山的那些海景房，一套也就，它以前火的时候也就卖40万，它都是那种小户型度假式的，有的就是个单身公寓，现在恐怕就值几万块，他搞个一块钱拍，但是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物业费欠了多少了？各种欠费，你买了你想住进去，这些物业费你得付，这是保不齐的物业费比那房子还贵，你说你何苦？到时候里面还有其他的债你不知道的，欠电费、欠水费、煤气费、暖气费，你花5万拍到手，到时候这些费用加一起10几万，你不叫你住不进去。我们再看一组数据，就是幼儿园的入园人数，幼儿园陷入危机，入学人数4年内大跌25%。2020年至2024年间，幼儿园的入学人数从4800万的峰值下降到1200万，为3到5岁儿童提供服务的幼儿园数量从2021年近29万5千所，这是最高点，下降到了4万1500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这4年时间，这幼儿园的数量只剩下一个零头，这20多万所都不见了。出生人口自2017年1790万峰值下降了近一半，2025年可能会继续创新低，跌25%只是开始，后面才跌得更多。房地产长期看人口，你看就这么个人口形势，还有人要琢磨着炒房，买套房子物产10年翻1倍，或者买套房子物产10年租给别人住，自己当吃利息、吃租金、当房东，这些想法现在都已经不切实际了。你就看这个人口就知道了。按句说一句时髦的话，叫时间不站在炒房客这一边。你想想，越往后人越来越少，去年好像人口不到800万吧，700万。20年以后，这些孩子要买房，这些人本来就人就少了，那刚需就更少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